大家好，今集都係講現金分享設限嘅話題。近日政府手起刀落改現金分享設限，為並唔會為公眾帶嚟任何得益。經過一番裝模作樣聽取意見之後，特區政府終於極有效率作出現金分享嘅決定。其主要嘅變化就係以喺澳門183日為界決定，澳門居民繼續享有現金分享嘅權利。有網友喺今年1月份已經計過一條數，當時亦都喺面書上面講明過，估計唔以澳門作為常居地嘅澳門永久居民有接近18萬之眾，咁所以呢一個措施咧，有可能係節省接近18億，只係仍然有資格取得現金分享嘅人且莫開心，因為慳下呢一筆並唔會比以澳門作為常居地嘅人係有更多得益。一部分耗費喺添加限制之下嘅審查、申訴、監察嘅費用之中，即係損耗喺添加嘅行政費用之內，我只係希望節省落嚟嘅錢嘅，唔好成為更加多本來不必要嘅公共工程，或者掘更多嘅路。總括嚟講，澳門公共財政嘅使用由於透明度唔高，所以節省落嚟嘅公帑點樣使用，係好係壞，其實冇人能夠監察。講個故事，2016年有2單公共工程，一為輕軌車廠，一為望廈社屋啦。因為承建商躺平嗰個工程毫無進展，當然啦，亦都可能係之間傾唔掂數，導致政府決定與之解除合約。按理當承建商未能夠履行合約，當局除咗解除合約之外，還應向其追討賠償。但係澳門嘅獨特之處係呢一個解除合約，不單止冇對承建商作出處罰，反而係向承建商作出賠償。係，你冇睇錯，係政府要向承建商作出賠償。輕軌車廠工程賠咗8000萬，立時俾全世界鬧爆，所以望廈社屋嘅承建商要求將賠償協議保密，即政府用公帑嚟賠償，但係卻唔俾公眾知道，連負監察之責嘅立法會同議員都唔能夠知道。一筆數以千萬計嘅賠償作為公共開支，無論點樣保密，都應該會喺某啲賬目上面顯示。所以網友嘗試喺政府當年嘅財政預算、執行情況報告中去仔細揾尋，結果都係揾唔到。因為當局將各項開支混進一個公屋建設嘅經費之內，你根本冇辦法從嗰個大項目中分辨到嗰筆係賠償金額。所以直到今日，當年望廈社屋嘅解除合約到底賠咗幾多錢，仲係一個謎。就咁樣一個逾千萬之數㗎，賠償開支亦都可以被賠運過關。咁亦都係我提醒大家唔好因為現金分享改變啦，而節省落嚟嘅18億而開心，因為呢個也許會讓今年嘅財政盈餘咧多咗18億，咁亦都有可能咧喺嗰啲睇唔到嘅地方被損耗掉，呢個係連生育費都冇法保證噶。暫時講到呢度，拜拜。